離開 TVB 就涼咗。嚴明熙消失1年之後低頭道歉，曾志偉嘅態度成為焦點。近日港娛圈嘅一則隱晦爆料炸翻咗社交平台，曾經被捧為 TVB 下一代天后嘅最強新人嚴明熙喺消失近1年之後，疑似通過中間人向發掘佢嘅曾志偉低頭道歉。從春晚嘅舞台清潔亮相，到被雪藏之後嘅銷聲匿跡，再到離巢之後資源斷崖式下跌，呢個未滿20歲嘅女仔始終都係撞上咗市場嘅硬壁。離開咗 TVB 嘅庇護，佢口中嘅音樂夢想為何會瞬間淪為空談？呢一場遲嚟嘅道歉又能否挽回佢岌岌可危嘅星途？要睇懂嚴明熙嘅困境，必先回看佢當年嘅爆紅有幾魔幻。喺港娛青黃不接嘅年代，佢嘅出現曾經被視作 TVB 嘅救命稻草。憑借住一檔歌唱選秀節目，16歲嘅佢一舉斬獲專業評選大獎、觀眾熱選大獎同埋總冠軍，成為咗3科冠軍出道，用一把極具辨識度嘅聲音橫掃香港樂壇新人獎。單曲《真話》嘅稱高更加係登頂香港金曲榜，上線即破100萬點擊量。而將佢從選秀嘅舞台推向巔峰嘅，正係當時執掌 TVB 綜藝板塊嘅曾志偉。作為發掘佢嘅伯樂，曾志偉對嚴明熙嘅力捧堪稱為傾囊相授，唔單止力排眾議將佢塞進聲生不息港樂季嘅豪華陣容，等佢可以同楊千嬅、林子祥等樂壇大咖同台競技，更親自對接大陸資源，載佢登上央視春晚嘅舞台，同埋成龍等巨星合唱《青春向太陽》。要知道，彼時嘅佢出道僅係1年幾，連影視圈嘅門檻都未摸清，卻能手握春晚、大灣區音樂會等頂級資源。社交媒體嘅粉絲量從幾萬暴漲至100萬。堪稱 TVB 史上最被偏愛嘅新生代藝人。然而風光無限嘅背後，隱患早已經悄然埋下。港娛圈向來信奉捧得越高，綁得越緊。TVB 呢一位潛力股嘅控制欲，從合約條款中可見一斑。據悉，星夢傳奇嘅參賽者入圍嘅時候，便需要簽下5年嘅藝人約。而嚴明熙爆紅之後，TVB 更加係試圖叫佢加簽長約，將其演藝生涯徹底綁定喺旗下。類似嘅劇情後來仲喺佢師妹任愛晴身上重演，因為拒絕加簽10年嘅長約，任愛晴被 TVB 封殺，錯失咗聲生不息2嘅機會，淪為嚴明熙2.0嘅悲劇。唔難猜測，當年嘅嚴明熙大概率亦都面臨住同樣嘅抉擇，係接受合約捆綁換取資源，定係堅守自由另尋出路？答案似乎早已經寫喺佢嘅履歷裏邊。一段時期內，嚴明熙嘅曝光量突然斷崖式下跌，原定嘅劇集主題曲被換，綜藝邀約集體消失，連社交平台都只係剩低零星嘅生活分享，徹底陷入咗雪藏嘅狀態。圈內有消息稱，佢嘅消失同合約糾紛直接相關，唔肯妥協就會被雪藏。呢個係 TVB 嘅老規矩。更加有媒體爆料，曾經有大陸嘅節目組想邀請嚴明熙參加節目，卻被 TVB 以沒有檔期為由拒絕，硬生生切斷咗佢嘅大陸發展之路。雪藏期間，佢個名逐漸被淡忘，同期出道嘅鍾有薇等小花趁機搶佔資源，原本屬於佢嘅天后接班人位置岌岌可危。雪藏嘅風波過後，嚴明熙最終選擇離開。近期有消息確認，佢同 TVB 嘅合約期滿之後，並未續約，而係自組工作室獨立發展。粉絲歡呼佢終於擺脫束縛啦，認為佢可以憑借過往嘅人氣大展拳腳。但係現實好快俾咗佢一巴。離開 TVB 嘅庇護之後，佢嘅資源縮水程度遠超想象。過去嘅1年裏面，佢僅係推出咗一首新歌，參演咗一部關注度極低嘅音樂劇。唯一攞得出手嘅曝光，仲係大灣區新年音樂會上嘅集體合唱，與當年春晚、聲生不息等頂級資源相比，堪稱天差地別。媒體嘅態度更加係直接反映咗佢嘅處境。此前佢喺 TVB 嗰陣，即使只係日常練歌嘅動態，都可以登上娛樂版嘅頭條。
而離巢之後，報道基調逐漸轉向負面，資源縮水嚴重，熱度下滑太快，樂壇新人輩出，佢已經被遺忘。更加有媒體翻出佢早年喺聲生不息中嘅發言，斷章取義指責佢唔尊重前輩，嘲諷佢如今落魄係自食其果。反觀佢喺 TVB 時期嘅同門鍾柔美，憑借公司力捧持續活躍喺綜藝同埋音樂嘅舞台，甚至頂替佢登上聲生不息兒，兩個人嘅發展境遇形成鮮明嘅對比。市場嘅殘酷遠遠唔止資源嘅缺失。離開咗 TVB 之後，嚴明熙先至發現自己過往嘅光環大多依附於平台嘅背書。當年佢可以輕鬆攞到春晚、亞運會主題曲等資源，背後係 TVB 同大陸平台嘅深度合作。佢嘅歌曲可以頻繁登上榜單，離唔開 TVB 旗下媒體嘅持續宣傳。獨立發展之後，佢唔單止要面對激烈嘅市場競爭，仲要親自對接資源、處理團隊事務，呢啲都讓年僅20歲嘅佢難以應對。近期有業內人士透露，嚴明熙私下多次向身邊人抱怨，估唔到市場咁難，言語間滿係無奈同埋後悔。喺咁樣嘅困境之下，道歉嘅傳聞應運而生。有消息稱，近期嚴明熙通過中間人向曾志偉表達了自己嘅悔意，隱晦承認當年拒絕合約、執意離巢嘅衝動。雖然雙方都並未公開回應，但係從一啲細節當中唔難睇出端倪。曾志偉近期喺接受採訪嗰陣被問及嚴明熙，但係並未好似以往咁樣避而不談，反而含糊咁表示年輕人難免會犯錯，俾機會佢仲係可以嘅。而嚴明熙喺近期嘅採訪中，亦都一改往日嘅強硬，坦言路仲好長，需要慢慢努力，亦都感激曾經幫助過我嘅人，言語間充滿咗謙遜同埋妥協。呢一場疑似道歉，更加似係佢對現實嘅低頭。如今嘅佢雖然已經意識到冇 TVB 嘅平台加持，僅憑自己嘅一己之力喺娛樂圈立足，遠比想象難得多。有媒體分析，佢嘅道歉或者係想為自己留一條後路，隱晦咁表達願意同埋 TVB 繼續合作嘅意願，哪怕只係以外約嘅形式獲取資源。但問題係 TVB 仲會買賬嗎？要知道 TVB 向來對本土嘅藝人毫不留情，即使後期回流，資源亦都會大不如前。更何況如今嘅 TVB 新生代藝人輩出，鍾柔美、任海晴等小花虎視眈眈，早已經冇咗嚴明熙嘅一席之地。喺香港嘅市場碰壁之後，嚴明熙似乎將目光投向咗大陸。近期佢參加嘅大灣區新年音樂會喺央視播出，與張克宣、米雪等藝人合唱嘅合意組曲，被視為佢進軍大陸嘅信號。事實上，佢早年通過聲生不息、春晚喺大陸積累咗唔少嘅粉絲，唔少網友至今仲記得佢演唱菲菲嘅時候驚艷嘅表現。但係大陸市場嘅競爭激烈程度遠超香港，新生代歌手紮堆出道，流量與實力並存嘅藝人不在少數。冇強大嘅團隊同埋資源支撐，想站穩腳跟亦都絕非易事。佢能否複製當年嘅成功，目前睇嚟猶未可知。嚴明熙嘅困境並非個例，喺港娛圈，無數嘅藝人都曾經經歷過離開 TVB 即過氣嘅魔咒。當年憑借住《溏心風暴》爆紅嘅陳法拉，離開咗 TVB 之後，遠赴美國深造。回歸之後，卻只能夠喺劇集裏面飾演配角，再都揾唔返當年嘅巔峰狀態。實力派演員黃浩然因為唔滿意 TVB 嘅薪資待遇離巢，輾轉其他平台之後資源慘淡，最終只可以放下身段回流。佢早已經物是人非，就連曾經被力捧嘅小花唐詩詠離開咗 TVB 之後，亦都陷入無戲可拍嘅境地。只可以靠參加綜藝刷存在感。呢一啲案例嘅背後，折射出嘅係港娛圈嘅衰落同埋市場風向嘅轉變。曾經嘅 TVB 係香港藝人嘅造星工廠，手握頂級製作資源同埋播放渠道，可以輕鬆咁將新人捧成巨星。但係隨住流媒體嘅崛起同埋大陸娛樂市場嘅壯大，
TVB 嘅影響力日漸下滑，早已經失去咗當年嘅優勢。如今嘅市場更加看重藝人嘅綜合實力、流量熱度同埋商業價值。單純依靠平台背書嘅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。藝人離開咗 TVB 之後，失去咗平台嘅庇護，又無法適應新嘅市場規則，自然容易被淘汰。回到嚴明熙嘅身上，呢個未滿20歲嘅女孩，無疑有住過人嘅天賦同埋實力。佢嘅聲音獨特，唱功紮實，早年嘅爆紅絕非偶然。但係佢或許忽略咗一點，喺娛樂圈，天賦同實力固然重要，但係平台、時機同埋選擇同樣不可或缺。當年嘅佢，或者過於高估咗自己嘅能力，低估咗市場嘅殘酷，先至會喺巔峰嘅時期選擇離巢，最終陷入如今嘅困境。近期，嚴明熙喺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段練歌嘅視頻，視頻裏邊嘅佢神情專注，個性依舊動人。或者佢仲喺度堅守緊自己嘅音樂夢想，或者佢已經做好咗迎接挑戰嘅準備。但係無論如何，市場唔會講大話，觀眾亦都唔會一直等待。佢能否擺脫困境，重新站回巔峰？能否獲得 TVB 嘅原諒，實現2次合作？能否順利進軍大陸嘅市場，開啟新嘅篇章？呢啲問題嘅答案，或者只有時間可以俾到。